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0月20公视台1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来看国际上奥密克戎疫情的滚价，咱国内疫情嘛在看烧哦。因为为着奥密克戎病毒，当前甲死亡率是较低，指挥中心嘛考虑讲，敢要采取甲病毒共存的防疫。也毋过，医师是认为，咱国内阁有2成的人无注疫苗，想要甲病毒共存，风险嘛是阁真悬。桃园机场群聚感染的事件，伫短短2礼拜内，就有100个人确诊。因为即届去画到的，主要是重症或者是死亡率较低奥密克戎病毒。这嘛，互指挥中心开始咧思考，应该爱甲病毒共存。针对这点，基层医疗协会理事长林永仁就表示，最近美国疫情吃力，毋过嘛无封城做防疫，或者是阻碍民众的生活。面对奥密克戎，台湾无应该停伫咧英国零确诊、社区零感染防疫的阳光之下。淘机实验到现在累积了几百个，哪一个有发生重症、死亡的？没有。你是为了要消灭这个传播链，然后大费周章，让这个民生经济凋敝，这样好？还是说就让他去嘛？你感染了，感染就感染。既然感染了之后，人也可以正常做事情，也没有引起身体上健康的很大的什么疑虑，那有何必要去升级管控？林永仁表示，不少民众对去年国内疫情大爆发，心内也是感觉会惊，所以希望奥密克戎疫情嘛会当零确诊。不过，国家除了防疫以外，嘛都要兼顾百姓生活甲经济。防疫袂当无限制来说案。不过，有医师认为讲，国内有2成的人还未注新冠疫苗，若是要甲病毒共存，这也是一个大问题。现在看国外的一些研究哦，他发现说，你有抗体跟没有抗体哈，身上会带有病毒，产生那个感染的机会其实没有差很多。最重要的是，重症的发生率会差很多。所以现在我们有20%的人还完全没有接种疫苗，当然它是一个我们防疫上面必须要去加强的一个重点。李炳英认为讲，做过2档疫苗的人，若去为着新冠病毒，差不多99%的病人拢有可能是轻症，也若是无做过疫苗的人，都会有20%是重症。万不利台湾若发生大规模社区感染，这的人都会有20%的几率会重症，2%至4%会死亡。所以呼吁厝内若是有侪伙人，或者是有慢性疾病，佮也未做过新冠疫苗的人，都要赶紧去注射。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东吴大学新中校区有确诊者捌去过，伫10日去参加一个研讨会。校方表示，这个确诊者毋是东吴的人，迄天哦嘛无东吴的老师甲学生伫现场，也毋过已经要求100外个老师佮学生爱14天自主健康管理哦，嘛爱去验 PCR。桃园机场群聚感染扩大，东吴大学19即天接到通知，讲10日伫个城中校区有确诊者的卡者，这是桃园个案18116。校方表示讲，迄天来出借场地办活动，确诊者毋是学校内底的人，嘛要求100外个师生，佮爱做14天自我健康检查，佮爱来做采检 PCR。16号办完活动之后，到19号那天上课之间，中间都没有人在使用那间教室。5点钟的时候，刚好那间教室是有一个在办一个活动的，有不少学生在那里面，因此就希望这个短时间之内都不要出来，确认自己没有问题再说。还好，学校里面一样有人啊，就感觉还好啦，对吧？就做好防疫措施就好了。对。校方表示讲，伫个活动迄一天是假日，并无学校内底的师生入来内底。伫10日来出借场地了后，嘛随来甲做消毒，并且负责场地消毒的这个工友，因为这个轮班的关系，这几天嘛拢无到学校。校方嘛有请因暂时较慢爱入来学校，并且爱去病院来做 PCR 的检查。针对外界批评讲，台北市注卖着高端疫苗，外文题是讲，台北市上届欠缺的是莫德纳。我跟你讲，台北市预约不到莫德纳的更多。我跟你讲，我们现在在看报表，天哪，那莫德纳还缺这么多。双北一甲中央化休讲，就爱来设置疫苗护照。中央伫个20日来公布疫苗所谓证明的有效，办批要伫个21即天来开放申请。记者综合报道。2022年的台北灯节，放伫树林夜市边仔的主灯今仔公布，也毋过因为最近的疫情的炭烧，台北市政府嘛已经准备要推出线顶看灯会活动咯。副市长蔡炳坤嘛讲，就算去夜市看灯会，嘛上好毋通一边洗一边食物件。
2021台北定节主场伫士林夜市顶场，是一只由吉祥物降虎赛的台北40宇宙飞船，要为以后时代再来新的视野，嘛毋望会当为士林夜市引来人潮甲商机，但偏偏本土疫情出现，台北市政府有准备。我们的线上当然也都准备好了，那至于实体的部分，一定会配合整个疫情来做最好的一个调整跟因应。那戴口罩当然就是这个不太合适去边走边吃啦，这个是很务实的问题。民众踅夜市啊，定定会哪行哪食哪看，但是受到疫情冲击，2年来士林夜市无啥物人客，打伤无生意通做，真无简单有看到人流动的，但是佮拄着 Omicron， 直接冲击北部地区。往年的台北定节嘛是吸引900万名游客，这届疫情甲经济如何选择？老板比较喜欢，当然担心啊。其实，在去年的疫情期间，其实落差真的蛮大的。因为夜市这个是算通风比较好的地方，没有遮盖嘛，我是觉得还好啦。就不会想要出来这样，避免一下这样，在家防疫这样。台北市政府强调防疫优先，以目前疫情2级的情况之下，人数无特别限制，但是嘛会考量舞台区的人流管制，嘛呼吁民众来看花灯，嘴也莫挂好，疫苗嘛爱做。记者郭灿台北报道。最近疫情伫北部的团，也毋过嘛传出讲台南有一寡风景区哦，已经有1成左右民众取消订房咯，也正头是摸一些真烦恼哦。也毋过有一寡春节的活动嘛是暂时无取消，会个继续办。服务人员当咧摒扫房间，准备要迎接后一组的人客。毋过北部疫情滚价，休闲农场的业者也讲，确实有1成的主本互取消。也若南部也未传出疫情，目前新年的活动依然照办。到目前为止，差不多有退1成左右啊。那我们还在持续观察，因为我们走的地方都比较属于郊区，所以我觉得我们很舒服，比我们北部来讲就好很多。200多天无本土病例，台南平常时也是真侪人来佚佗。我近站门水库边啊，经营冒险体验的主题饭店也讲，原底新年的订房11月底就全满，最近受到疫情的影响，也有1成的主本互取消或者是延期。不过疫情若是无恶化，有信心会当订了。最近在这1个礼拜，我们大概有1成，大概10%左右的住房的取消或延期。那不过还是有一些新家询问跟新订的部分。那我想未来如果疫情继续好转的话，我想春节过年期间客满也是绝对没有问题。做好防疫措施的前提下，尽量来做好这个开放办理。所以我们是积极管理、有效开放。去年疫情大爆发，好饭店的业者是真歹投入。即马接近旧历的新年，为着吸引游客，有真侪活动有关是照办。业者毋望讲疫情莫阁继续恶化，互大家拢会当好过年。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空军 F-16V 战机伫11失事，共一款机型的战机全面性停飞检查，已经检查完成了。今仔早起，试练队的队长魏调林校长亲身带领机队搁再出发。有几个退休的飞官是认为讲，这届失事的意外可能甲机械的故障无啥物关系。空军第4联队联队长魏调林校长20号透早7点半是驶到飞行机，率领 F-16V 的战机来恢复飞行。为透早7点半到下晡3点45分，总共是6批，每一批是4台，总共是24台来执行飞行的任务。因为编号605空的 F-16V 战机21号失事，所有共型的战机是停飞来进行天安特别检查。20号是来恢复飞行。有退役飞官表示啊，这检查流程包括着确认这事故可能发生的这战机系统也是零件够正常，这人的部分也卖透过模拟机等等的训练，来确认讲啊，这有落实各项飞行安全的流程。天安特检其实针对飞机跟人2个部分，那就这个失事的这个现象，先去判断有哪几个系统可能影响到的，所以针对这些系统，把每一架飞机的这个系统做一次特检。第2个，因应那个科目人的部分要做哪些加强的训练。再来就是主观是不是领头复飞的动作。前空军副司令张元迪嘛分析，这届停飞时间无讲介久，嘛代表这届失事的原因啊，可能零件故障的因素是无悬。另外嘛，袂让这飞行员停飞伤久，颠倒是影响到因未来飞行的安全。
不是飞机机件的问题，所以它复飞的时间比较快，要赶快开飞，让这些成熟的飞行员、完训的飞行员能够上了飞机，然后重新去熟悉。我认为这样子的话，能够在台海的空防也不会，也可以分担 IDF 金国号战机以及幻象2000的这种任务。杨文迪嘛表示 ，F-16V 旅舱来飞行嘛，对着即马无够的这空中的防卫能量是有真大的帮助。即马就等已经找到这失事战机的乌鸦巴的记录来做解读，来厘清这架 F-16V 的事故原因。记者张志雄、陈信良台北报道。尼加拉瓜甲台湾伫去年12月份断交，尼加拉瓜嘛宣布要停止台尼 FTA。台湾水产进口的业者早起嘛出面澄清，讲尼加拉瓜主要是出口冷冻虾仔来台湾，货柜已经伫准点要送来台湾咯。也毋过刚搁有关税等相关的优惠，望外交部会当讲互清楚。外交部是表示目前台尼的 FTA 嘛是搁有效，刷来卖来讨论讲安怎来保障业者的权益。尼加拉瓜伫去年12月初10和台湾断交，并且宣布终止从2008年生效的台尼 FTA， 高平来违反180天阿索米的抽体期的规定。这来算断着双边的经贸来往，特别是尼国的冷冻虾是咱台湾第2大进口的来源国。水产的业者因出面澄清讲，表示货柜已经伫个海面2月会来挖港。假使讲若是无这个优惠关税的保护，安尼就会来损失惨重。望政府会当来保障业者的权益。有时候一个货柜就是在海上就要漂3个月，那期限没有讲清楚，我们根本不知道要付钱，或是钱拿得回来吗？那到底我们进口商就是会受到很大的损伤，甚至于很多进口商在这么不景气的状况之下都会跟着倒闭。业者嘛反映讲，因为断交，所以尼国无搁再来发官方的产地文件证明。假使讲业者若是讲家己来提供版本，安尼是毋是会当来接受咧？对这个外交部甲经贸谈判的办公室拢表示讲，法理上台尼 FTA 到即马拢还阁有效。尼国违反国际规定，咱干那是甲暂时停止，还阁会来讨论煞后要安怎来处理。FTA 以我们现在整个国际法规来讲的话，是仍然有效 ，FTA 持续在执行当中，但是未来我们也在考量是什么时候是一个最合理的一个期间。经济部表示讲，已经有召开真侪场的会议来做保障业者的权益。也若讲货柜到港的处理有项细节，关务署表示讲，还阁爱做法务的修正，就为呼吁相关单位伫个过年前都爱有结论，安尼才会当互业者安心来过一个年。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中油区的高雄炼油厂的土地，目前咧进行污染的整治，准备今年中要交予台积电来使用。也毋过，却传出讲台积电对这块地未放心哦，想要改伫中油的宿舍区来起工厂，互佮到底宿舍民众是真紧张。早起就开记者会，呼吁市政府毋通为着业者来牺牲民众的权益。一间一间的透天伫高雄南仔溪的中油防疫宿舍区，斗地上宽的当地居民一直想要向中油争取买地，但最近却传出台积电对当地整治的中油高雄炼油厂具址无信心，想要改伫宿舍区设厂，互居民拢真紧张，烦恼连地上宽拢互收回去。土挖起来之后没有遮盖，全部覆晒，然后呢就说整治完，这个像话吗？眼见为凭像话吗？我们要的不多，一个安身立命的家。我们要求市府要让我们所有楠梓区的里长能够共同去监督这个整治的过程。中油员工、退休员工甲居民组织自救会，20号伫民大陪同下开记者会，即整治进度是毋是会在照时间安全完成？要求公开整治资料接受检验，嘛希望市府莫为财团牺牲居民。市府澄清换地是假消息，整治进度正常，差不多4、5月就会使交地。6至2区跟5至2区还有1至2区的部分，目前都在持续进行当中。所以目前看起来，我们在3至1、3至2、3至3这3个区域目前的土壤整治的工作，应该是达到我们预期的目标。环保局表示，整治拢有做好相关的防护，确保袂造成二次污染。中油高炼厂附近嘛有设空品水质等监测设备，资料拢会公告出来。后续会伫当地监测车等所在设扛棒，互居民会使随时了解整治的状况。记者陈环宇、柯正俊高雄报道。
咱高等的争取要加入 CPTPP 哦，行政院今仔是通过著作权法各部分商标法的条文修正草案，要来展现台湾加入 CPTPP 的决心。经济部是表示，未来著作权人超过100万以上的损害，得以公诉罪来起诉。怎么样证明它是一个重大的侵害？就是说，你所 copy、你所利用的是一个有偿的著作，就不是一个免费让大家利用的这个著作哦。第二个，你的利用行为是100%的重置，好，那这个对权利人影响是很大的。第三个呢，你利用的结果对权利人的市场产生呢100万以上的这个侵害，你没有得到同意，然后把这个院线片的这个电影呢抠下来拿去卖，那这个会构成，如果构成100万以上的侵害呢，那就符合我们这个公诉罪的范围。面对所谓的时代哦，行政院是表示，修法的目的是为了要符合 CPTPP 的规定，嘛要加强来打击非法的盗版哦，保障消费者甲著作权人。另外 ，CPTPP 嘛规定讲，假标签也是包装嘛爱处罚，所以嘛提出商标法的修正草案。早时消防节咯，为着感谢消防人员的辛苦，台东县政府甲消防加班的津贴调到上济13500块。也毋过，宜兰县的消防局嘛是各户消防员去掠芳掠蛇，嘛互外界真批评哦。宜兰县的消防局是强调讲，迄毋是固定的工课，只是拄到紧急的状况才去处理。只要是有需要救灾救难的勤务，消防人员拢是勇敢赶去救人。不过，消防员的工作权益、甲救灾装备无够等等的问题，是持续受到各界关注。亲像宜兰县消防局要求派消防人员去做掠芳掠蛇相关的业务，引起大家讨论。那当时我们宜兰县政府就已经决议说，要把捕风捉蛇的业务回归到农政专业。那这个我们当然非常的肯定。不过非常遗憾的，在4年过去了，宜兰县还没有完全落实当年的决议。107年在宜兰县政府已经完全回归到农业处。民众如果紧急的时候，蛇跑到家里面，是不是要有消防人员去？但是因为这个涉及到民众的生命安全，紧急的部分还是由我们处理啦。因为1月19是消防节，为了感谢消防人员辛苦救灾，可比高雄县市合并了后，消防局超勤的补贴，都发到上悬的17000块。高雄员也有增加，动用第2预备金补助预算。也那台东县政府是调管消防超勤的津贴到13500块，差不多有200个人受惠。县政府觉得说我们人子非常辛苦，那希望把它调高我们的这个超勤的部分，所以从109年开始，就是每年增加500元，到111年会增加到13500元。这个钱的增加，它其实只是把我那个时间付出的劳力，他应该要补偿我的这个交班费还给我而已。所以那个增加，它本身只是返还，它并不是一个福利。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认为讲，虽然消防人员超勤的津贴有增加是好代志，不过无应该看作是福利，这其实是健康权的补偿。嘛强调讲会持续关注宜兰消防人员相关权益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警管基金会指出去年大概有200件甲儿童事故有关系的新闻，14岁以下的囡仔有58人死亡，200多人受伤，其中有21个囡仔是因为交通事故死亡，主要是因为无绑安全带，也是无使用安全座椅造成的，所以呼吁家长一定要特别注意。红顶停，青顶行。其实伊2岁有妈妈咧甲协助驶囡仔车向前行。伫平常时出门，爸爸妈妈驶车的时阵，一定会互伊坐安全座椅。开始学站的时候，他就是有一次，就是我在开车开到一半，他自己就站起来了，他就这样扭转，就站起来，吓死我。囡仔若是安全座椅坐袂牢，也是讲这个安全座无正确使用，伫路边若是有状况，效果就不堪设想。警管基金会分析以控年拢总200件儿童的事故新闻，结果发现讲，那甲儿童虐待、性侵，14岁以下的儿童有58个死亡，235个受伤。进一步分析发现，交通事故要是以儿童死伤排头坎，其中有21个儿童死亡，还佫有大多数是因为无使用安全配备才撞安尼摔飞出去的。应该尽量也还是挑选后向式的安全座椅，否则的话，
今天做后项比前项的话，相差75%的伤害。之前是听朋友说，就说他的体重到了，或是1岁后就可以变成正向，对。然后今天才听到，就是说希望2岁前都是反向，还是比较安全。除了提醒2岁以下的囡仔坐车，就要用这款亚欧式的安全衣较安全。林木琴讲。伫美国实验发现，若是讲穿风衣、绒啊衫这款较光骨的衫，囡仔坐伫安全座的时阵，就较会因为安尼撞啊规个人流出去。所以爱先甲绒啊衫脱落来，甲囡仔固定伫安全座椅顶悬，再甲衫脱起哩，通来减少伤害。记者综合报道。民间疏解会顶团体指控高雄市警察局要求分局爱上新闻哦，甚至把正面新闻当作是科技的项目之一。有团体就质疑讲，分局为着要拼新闻的业绩，可能违反侦查无公开的原则。也毋过高雄市警察局是表示，有要求袂当违法，嘛强调讲是用鼓励的方式，希望民众会当了解因的拍拼，就算无发新闻，嘛袂处罚。关键伫大街顶权执行，甚至处地交通违规，也过来打击犯罪，拢是徛伫第一线来服务。不如个民间疏解会这团体点名高雄的警局，甚至要求员警都要全力来拼媒体的版面，爱甲正面的新闻报出，甲纳入去员警的成绩评比内底。我们警戒在很勤务繁重之下，又要去配合长官的不当的这个绩效的目标那导致他很多正常的警察业务没有办法去充分的去达成公开高雄市警局的内部资料，分享各分局正面的新闻案例，搁甲统计媒体报道的件数。民间疏解会讲，网络媒体报道一件会甲加1分，三大媒体的头版安尼就通得到4倍加分。搁来甲照各分局的得分来甲做排名。也若这个警权团体嘛表示讲，基层的员警为着要来争取到媒体的声量，有可能来提供嫌疑犯的供述、笔录器的内容。不过这已经是违反侦查无公开的原则。在蛮多县市都有这种要求，要有媒体露出的状况。像刚刚讲的高雄的，它就是很多都是直接把密录器画面拿出来做新闻。那在基层当然就会觉得这样子非常的不恰当，因为它会有违法的问题。高雄市警局回应讲，统计正面新闻报出是用奖励的方式来鼓励同仁，这款的嘛袂有定处，会当适时来报出新闻，嘛是要来提升警察正面的一个形象。刑事破案的案件拢有严格遵守侦查无公开的原则，并且会定期来开会来检讨。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咱来看，一向拢无病例，比如嘛传出讲，最近已经计共有189例咯，有9例本土，境外病例是有161例哦。因为传的速度真紧，有可能是奥密克戎变种病毒。也毋过，新冠病医是认为，比如社区的管控是真严格，而且当地住第2栋的民众嘛已经超过9成，第3栋嘛超过3成咯。嘛强调讲，咱台湾甲别的旅游气泡接触的人甲地方，拢需要当地政府的认证哦，基本上嘛是个真安全。去年4月，代表旅游专案启动，海岛旅游胜地北流变成咱国民众唯一会当出国旅游的国家，加上强调零确诊，其实有不少台湾人出团。不过最近传出当地爆发新冠疫情，短3天就增加167例。这次的欧密克戎的这个病毒，就如同我们桃园机场的群聚事件一样，它是来得又快又急又猛。我想帛琉也是因为在这个受到这个关岛这个疫情的一个影响，那才会有可能就从境外移入的病例变成本土的确诊个案。根据北流官方公布，上新确诊数目前累计189例确诊，9例本土，境外移入161例，19例已经康复。因为当地疫情急速扩大，新光病院拜6、22将派4名医护人员前往当地支援。除了早检测机器，也有值班机、快筛快测剂，协助阻止疫情，搁分析北流专案风险。因为台湾旅客会接触到的人，也是去的区域，当地政府拢有严格管控，有关伫安全范围内。它还是安全的，因为它把这些就是需要自主健康管理的人，跟一般的民众是完全分开的。那你即使是旅游泡泡去到那边，戴上手环之后，
也跟当地人不会有接触。第一个，在旅游契约上，它就会有30%的取消费，航空公司的机票退票的费用，还有当地饭店的费用。目前经营碧流旅游专案的业者，包括品冠旅游、香西、凤凰、KKday、旅游平台等。有一寡业者表示，到几个年前，有一寡团已经卖完，部分旅客想要取消行程，要求旅行社专家退费。不过目前碧流并不是第3级警告。交通部观光局表示，台北旅游专案并无取消，除非疫情有其他发展，指挥中心宣布，恐惊这会当依合约规定行。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英国首相Johnson昨表示讲，因为英国疫情缓和，后礼拜开始袂阁强制要求爱挂催安，一寡防疫措施马上取消哦。也毋过有学者就认为讲，这决定太过匆忙咯，应该豆豆放令才对。As a result, from the start of Thursday next week, mandatory certification will end. From now on, the government is no longer asking people to work from home. That once regulations lapse, the government will no longer mandate the wearing of face masks anywhere. We will trust the judgment of the British people and no longer criminalise anyone who chooses not to wear one. 英国首相强生则讲，就当防疫备案比计划会解除限制，唔免提注册证明，唔免看催安，严格建议人做室内也是爱挂。That infection levels are falling in England. And while there are some places where cases are likely to continue rising, including in primary schools, our scientists believe it is likely that the Omicron wave has now peaked nationally. 虽然英国的确诊数依然真多，不过过去一礼拜，每天新增加确诊数减少38.9%，确诊断线的人数也开始下降。强生认为，拢是因为注射计划加公众的配合。在欧洲真侪国家冬天封闭的情形之下，英国行无同款的路，用比计划争取时间，尽量让民众自加强些。怎么2/3拢做过？不过有专家讲，这步行伤紧。What was it? 94,000 cases reported yesterday, but these are very high infection levels. The NHS, whatever you say, is under extreme pressure at the moment, and we're not out of the woods yet. 专家认为应该各加观察几礼拜，分析数据了，结果取消相关限制会较好。怎么民众若开始放松，疫情是不是搁再压起来，真歹讲。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美国总统拜登今仔伫记者会表示讲，伊认为罗西亚总统普京会有攻击乌克兰的行动。拜登嘛警告，若是罗西亚真正安尼做，就要付出代价。乌克兰的总统伫个针对全国演讲嘛强调讲，乌克兰无想要战争，也毋过会做好准备。乌克兰的紧张局势刷咧称悬。乌克兰讲，俄罗斯伫个边境安插的兵力已经挖灭13万人。俄罗斯还佫和白俄来展开联合军演，要互乌克兰拄撞到三面包抄的处境。美国总统拜登还佫伫个记者会顶悬表示讲，伊办配俄国会来入侵乌克兰。But I'm not so sure he is certain what he's going to do. My guess is he will move in. He has to do something. 虽然莫斯科的当局因否认讲有打算要入侵，不过新型的卡5字战斗直升机啊，19这天已经互人安插到乌克兰的边境。西方国家认为讲，俄国这个行动是咧备战，安尼嘛互乌克兰永远无法度来参加北约组织。拜登嘛对俄国警告，讲入侵乌克兰会带来真惨重的代价。Yes, I think he will, but I think he'll pay a serious and dear price for it that he doesn't think now will cost him what it's going to cost him. And I think he'll regret having done it. 拜登还佫警告讲，开战会来阻断能源的收入，而且便若是讲美国来实施制裁，安尼就互俄国伫个各大银行无法度用美金，这个全球上界主要的贸易的货币来做交易。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还佫亲身出马，再次来飞到乌克兰的首都基辅，和乌克兰的外长会谈。乌克兰的总统佫伫个全国的演说内底强调讲，乌克兰毋望和平，不过会做好万全的准备来保卫国家。Україна не хоче війни, але Україна повинна завжди бути готовою до неї. Не боїться, бо захищає свою землю. Не здасться, бо це наша земля. Тікати нікуди. 布林肯伫个21这天，还佫会伫个日内瓦和这个俄罗斯的外长来展开第2轮的会谈。不是个西方的盟国拢表示讲，愿意提供更加侪武器，
英国嘛来送上武器来支援，安尼嘛俄俄两国紧张的局势更加安动荡。公司新闻郑依仁编译。秘鲁政府昨表示讲，顶礼拜伫东加王国海底火山爆发引起的大影，造成西班牙一只邮轮严重漏油，大约6000桶的油造成海边啊4公里长的污染哦。秘鲁政府是讲一定会要求赔偿，也毋过邮轮公司是强调讲，因无收到任何的警报，嘛是受害者。卫生部报道，乌油的海鸟已经死亡。空中看秘鲁太平洋岸的重要港口卡亚厄沿岸，也阁有较侪的动物尸体漂浮，大约4公里海岸污染。秘鲁外交部表示，岛屿甲附近地区大约18000平方公里的保护范围内，所有的动植物拢因为原油外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也影响到数百个靠猎鱼为生的家庭生活。目前有10几位生态学家伫沿海地区分头行动，找出也活着的鸟。Lamentablemente tenemos bolsas de animales muertos, pero también encontramos algunos vivos y estamos con el servicio forestal en comunicación porque cada vez que llevamos animales。位于秘鲁，也归属于西班牙石油公司雷巴斯集团旗下的潘皮拉炼油厂，控指控是漏油的原凶。Se ha estimado que había un derrame de 6000 barriles de petróleo. Por eso hemos exhortado que la empresa cumpla su procedimiento de contingencia。雷巴斯认为，无任何需要负的责任，海军无发布任何海上警报，单纯只是下游作业中突然和大型冲击造成原油桶的漏油。顶礼拜六，东加王国海底火山爆发，造成大影，影响1万多公里外的南美国家秘鲁。Se nota claramente que el personal a cargo no tiene los equipos que se requieren en cuanto a protección personal. La tecnología que están usando son bastante primitivas, por decirlo menos。潘皮拉是秘鲁上大的炼油厂，当地超过一半的市场油品供应拢是来自这个厂。秘鲁能源甲矿业投资监管会已经下令关掉这间炼油厂4个基座其中的一个。一直到漏油原因出来，当局佮启动净碳作业，希望赶紧清理清气，抢救这场秘鲁数十年来上严重的生态灾难。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再来看咱国内的消息咯，中华关去年发生真侪件工厂的火灾，其中5成拢是违法起伫农地顶头的工厂。去年12月份就5件，环保团体是指控中华关政府查违章的工厂态度真消极哦。去年只有2间互断水断电。中华关政府嘛强调讲，因会针对源头来做管理，嘛赶紧把预算来拆除。环保团体用行动剧的方式抗议中华馆长王惠美无积极处理中华的农地违建工厂的问题。地区工厂导火事件连续来发生，环团统计中华馆去年工厂导火事件都有58件，其中49%是农地违建工厂。干那看去年12月都有5件相关的意外。农地工厂通常会有很大量的黑烟出来，那这个就会造成很大的空污事件。那尤其是像燃烧什么纺织啦或塑胶业，它的有害的物质又更高一点。环团表示，农地违建工厂导火比例一直拢真悬，附近的农产甲客家拢受到影响，嘛显示县府对农地违建的态度是真消极。去年敢若依照违反区域计划法，对2间违建工厂断水断电。他根本没有依照工辅法、工厂管理辅导法来去对任何一间工厂去进行断水断电的处理，所以我们就觉得你拿那个5亿，可是你却没有做到该做的事情。环团表示，中华县府甲管理的买4000间业者收辅导金，累计到达已经有5亿，应该摕来补拆除预算无够的部分。不过中华县府解说，这笔钱都要专款专用。主要是为了改善周遭环境。那今年我们也编列预算1.1亿元，供我们那个水质处来进行水质改善工程。中华县府表示，这笔基金要经过预算听书，议会同意了后才会当使用。啊，若对现有农地违建的部分，除了水报水帖，卖为源头来管理。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高雄轻轨全长有14.7公里，计共是有20来个站哦，驶一抓差不多1点钟。因为到站了后无便所通使用哦，附近的店家因为疫情嘛无啥想要接。高雄捷运公司是表示讲，已经甲附近的派出所、玻璃地区加公共场域来参详咯，是因愿意借予民众甲驾驶来使用。轻轨列车到站搁离站，一般袂超过5分钟。沿线的店家讲，有当时会当着列车的驾驶，也是游客来借便所。但是新冠肺炎疫情变严重了后，因就无搁咧借啊。有啊，
大致上都有在戒啦，可是为了大家的安全着想哦，我们都一定会谢绝啊。如果是很紧急，我们还是会戒啦但是就是看，因为如果像之前疫情，我们也没办法戒啊。咱有量啊，恁不得洗就好啊，无免啊。 大部分店家为了防疫，拢无要搁借便所，毋过有一寡人还是会看状况。但若店家无要搁借便所，列车管顶的驾驶想要方便，要安怎？以前的话呢，可能会有一些的店家，他们有愿意来出借这样子的一些公共厕所的部分。那只是现在因为防疫的关系，所以我们现在就没有在使用了。 高铁公司表示，列车员伫出发进前拢有做好准备，目前通车路线全长大约14.7公里，拢总有26站。驾驶员甲一抓驶了大约要1点外钟，通常无介需要洗便所。但是为着紧急时阵，已经为 C3 站到 C37站中借着派出所、博尔甲展馆公园等公共区域的便所，互驾驶员来使用。嘛，因为目前各站拢无便所，嘛期待未来若有新的路线，这个可能会当规划入去。记者王刘婷、陈显坤个报道。环保署已经预告，今年7月份开始饮料店袂使阁提供玻璃容座用一届就单调的饮料杯啊。4大连锁的超商，若需消费者家己砸杯后，嘛至少要收5块。环保署这2天招专家业者来开会，都业者质疑讲为怎样只针对饮料杯啊，某业者对循环杯啊的政策有疑虑。环保署限制用塑胶的政策，推动较用一届就单调的饮料杯啊。目前已经预告草案，按算为今年7月份开始，规定饮料店袂当阁提供用一届就单调玻璃容的杯啊。4大连锁业者，包括饮料店、便利商店、素食店甲超级市场，人客若是家己有炸杯啊来，计小都要差5块以上。环保署为过去的经验来推估，差不多有1成的人客会家己炸杯啊，对店头的收入冲击并无大。也就是卖100杯饮料，可能只会影响到50块的售价，50块的收入。好，所以对平均100杯来讲的影响是非常少的，业者也减少了每个杯子1到2元的这个容器的一个支出。不过有卖饮料杯的业者质疑讲，为因掌握的资讯来看，目前伫海边仔的本数统计起来，塑胶的废弃物上侪并不是饮料杯啊。现在这个修法是针对饮料杯啊的，也若环保团体的看法是无共款。其实第1名最多的是瓶瓶罐罐的废弃物垃圾，可是限制是限制饮料杯，有点误导大众。外带的这些饮料杯，然后跟这个外带的这个食物容器已经是最大宗。环保署连续2天举行研商会，将一场有连锁便利商店、甲素食店的业者，针对因台免费提供循环杯的规定提出质疑。另外，针对全国敢若禁止用一届就单调玻璃容的杯啊，对其他塑胶的材质是无规范，敢袂当真正达成减用塑胶的效果。环保署表示，这个部分会授权予地方政府来提报，会交予地方来决定。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东县丰原国小伫学期的最后一天办一场真特别的活动哦，有学生社团甲因学目工做的家具提出来义卖，要来帮助一个爸爸妈妈打过身的同学，因的心意哦，让真感动。今仔日是国校的休业式，台东县丰原国小特别用社团园游会游戏的方式，让学生有机会会当认识每一个社团，有写大字的，有画图的，嘛有立图的，等等11个社团。其中做木工的木工社团，刚成立2年多，学生已经会当做出玻璃珠仔台、斗图、甲茶角啊等等的佚佗物，也阁合作做出桌仔椅啊、甲册架啊等等大型家具，是真有成就感。木工社团的学生讲，这届因伫园游会展出的大型家具，是要甲卖出去的钱来帮助一个同学，因爸母才打过身，目前已经卖出4项作品，总着4000块，是真欢喜。我们自己做出来的东西就可以帮助到别人，所以我们木工社的人觉得很高兴。今天最大的意义在小朋友，比较自动自发的，跟老师讨论之后，能够提出这么样一个温馨、温暖的一个事情，比较感觉像是在互相帮忙。木工社团的学生唔但卖家具，还佫有卖饮料佮饼，要来甲同学斗相共。老师甲学生是拢真捧场，嘛会甲来参观的家长做推销，这家长看到是拢真感动。书放在这里，然后小东西可以放在比较小的地方。参观一下他们的木工作品，希望可以帮忙一些，可以出一些力量，可以帮忙他们。丰原国小表示，拄当家庭常常发生变故的学生，
学校甲社会处拢已经有做安置，也阁有经济上的支持。咱若目江社团的学生，家己发起卖物件来帮助人的活动。若是物件卖不出去，学校也是会甲因斗相共，来完成这学生想要帮助别人的心愿。记者综合报道。为了活化再利用公部门一寡旧厝哦，林务局最近甲花莲富里乡使用30档的工作站重新换过，变做是一个推广国产茶科甲优质农特产品的空间。做回来看卖。这是花莲上南区的富里乡市区伫百年老石仔树的房舍，就是抗30年无利用的林务局富里工作站，经过4年780万的整修，老厝即卖已经有新的面貌。坐在这里的感觉很舒服，这个点是非常好的点，因为它在富里的街上，算是整个富里乡的中心。富里工作站是民国55年所兴建，33年前林务局组织改革了后，就可能无用。为了会当活化佮利用，4年前依照文字法向花莲县府申请翻修，就此推广国产材甲林下经济。我想，2050年的这个碳中和哦，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多多运用我们在地生产的木竹材，而且木竹材它不像塑胶或水泥，它是一个可再生的资源哦。另外，工作站也甲地方农会合作，号名福地堂，同齐推广里山创意精神。我们也一起辅导很多的农民，有一些绿保标章的产品，有3坑做的产品，还有有机的这些产品，还有包括林下经济的这些产品。农会强调，假期将会举办小农市集、音乐会、DIY 活动等，就此吸引游客，带动地方经济。记者综合报道。新疆者伫生活顶头爱面对真侪挑战，若是爱个家己顾囡仔哦，嘛是爱面对真侪困难。屏东县政府就推动一个屏东障碍妈妈应援团的计划，要互这妈妈会当做伙来交流分享因的经验，卖讲来小透压力，咱做伙来了解。他的话其实都还算可以，只是有的时候像剪指甲，或者是他不小心抓伤了，有一些细小的伤口，那些我们没有办法及时去发现。新疆者的日常生活中，难免会拄到无方便。若是生囝做妈妈，若爱解决家己的问题，更加爱面对照顾囡仔的挑战。屏东县政府推动屏障妈妈応援團，將新疆妈妈靠到陣，互相扶持，做伙克服困难。我就不受限于我的障碍。穿着我的增高鞋，然后带着折叠椅，到处参加活动，就是期许自己可以分享育儿相关的经验。因为可能都是身上有一些障碍，所以就是在讨论的时候就会发现，就会有改善的方法。这寡新疆妈妈透过分享生育囡仔的经验，若是消透心内忧虑，嘛，互因会当互相参考做法。屏东县政府也积极来提供针对新疆者的医疗照护服务、生育资讯、甲课程等等，让更多的身上妈妈还在裹足不前的话，可以知道，其实有很多的妈妈也有这样的一个经历。那公部门很愿意在各种的育儿指导上面、月子的服务，那以及在生育过程里面的各种的医疗的服务。这个新疆妈妈応援團的交流過程也翕做紀錄片。屏東縣政府希望透過影像，促進社會重視新疆族群的處境甲福利，也收集這寡媽媽所分享的經驗，未來要更加改善相關的政策。記者綜合報道。來看第11屆全國茶會機的比賽哦，屏東民政國中的學生啊黃君富在空中飛飛遠、空中迴旋得到滿分哦，嘛摕到國中組的冠軍。民政國中推動航太教育，開茶會機的製作課已經連續第6檔，逐檔攏有得獎咯。桌頂所擺列的茶會機，攏是屏東民政國中3年學生黃君富的作品，其中一隻佫是正經參加全國手彈機比賽，直接佇現場製作，經過特線、飛懸、飛遠等關考驗，得到特優獎第1名的作品。做這個可以學到很多的東西，像是在比賽的時候的經驗。就是你要去看風向，然後再就是磨這個意面的時候的力道要控制，非常多的手作技巧。黃君富所製作的茶會機，佇全國賽空中飛遠、空中迴旋的項目，攏是摕到滿分，而且佇空中迴旋2屆，攏飛超過20秒久，甚至佫拼過高中組第1名的紀錄。假設風從這邊來，我們會往右一點點出手，然後丟越高，它基本上下來，它如果盤旋的話，它就可以飛越久。所以當時我應該是有丟到4、5層樓高度。
指导老师表示，炒飞机要飞久，平飞远较简单，出手的方向、角度、甲力度，拢要有十层的考虑。因为黄军部美术的基础，真靠手工磨技术啊，甲机身的配重调甲真精准，才有精彩表现。他就会一直不断的提出问题，然后呢，甚至呢，他最后想要挑战老师教给他的理论。做这些东西的时候呢，他的手工能力呢，科技的那个实作能力非常的强。可以几乎说是达到老师要求的完美的地步。学校又强调，目前逐年拢有开查飞机的制作课，对一年就开始让学生学做查飞机，而且鼓励学生参加比赛，希望透过无论学习、比赛过程，继续甲台湾航太教育根基拍好愈在搁愈深。记者综合报道。体育馆佮加上疫情紧张，真侪学校拢已经取消体育馆辅导的课哦。高雄有6个经国小嘛，当个推广利用手机 App 来做运动，透过人工智慧体感的活动，就当看到运动的姿势，敢有正确。希望囡仔体育馆伫厝里，嘛当甲家长做伙来运动。3秒钟的定位的话，就可以抓到我们的骨骼点。囡仔对电视顶管的教练做伙练跆拳道，画面会显示姿势敢有正确，而且佫会拍分数。唔但有跆拳道，嘛会当练跳舞，拢有专门的教练。AI 体感互动体验，学生感觉真趣味。不过，若是问因电视运动甲实际去外口运动，倒一项较好耍呢？我会觉得实际上跳舞因为这样子就可以不用看着荧幕，眼睛会比较好。如果太无聊的话，一直看手机也是不好，所以可以来用这个程式下载。高雄市府甲业者合作，打造这个线顶的健身平台，有真侪运动，互12岁以下囡仔体验。只要用手机啊 App， 会当接电视，囡仔血汗踮厝内，嘛会当甲厝内人做伙运动兼防疫。目前高雄有5间国小试办。阮是为顶礼拜开始，就是阮体育课的老师，会放那个下载 APP 了后，互小朋友体验那规班拢会当做安尼。大家做伙对教练做运动，真热烈嘛真趣味。不过 AI 体感互动，互囡仔血汗加一种运动选择。市府拍算以后会当全面来推广。记者邓亚文、赖伟做高雄报道。澳洲最近因为疫情大欠工哦，澳洲嘛向国际学生甲想要去澳洲度假做散冬的少年人下手，提供签证免费的好康哦。望讲会当为了因国内增加一寡卡手。台湾伫咧甲奥密克戎混战的澳洲，最近阁拄到一个困难，就是隔离人数增加，造成产业欠人。为了要增加劳动力，澳洲政府19宣布会取消国际背包客甲留学生的签证费。What we will be doing is we will be rebating the visa application fees from all those who arrive today and going forward for students over the next 8 weeks, and that is a fee of some $630. 国际留学生若是伫咧所落来8礼拜到澳洲，就唔免纳差不多12000块台票的签证费。背包客的限期搁较长，未来12礼拜拢会当免签证费。有计有175000人会当享受到，希望鼓励因来澳洲读书或者是度假时阵，也会当工作补充能力，特别是医疗保健加老大人的照顾这块方面。And my message to them is, come on down now, because you wanted to come to Australia, you've got your visa, we want you to come to Australia and enjoy a holiday here in Australia, move all the way around the country, and at the same time join our workforce and help us in our agricultural sector and our hospitality sector and so many of the other parts of the economy that rely on that labour, that workforce right now. 总理莫里森也希望地方政府取消国际劳工隔离的要求，让因赶紧工作。澳洲目前因为 Omicron 带院的比例创新高，10倍死亡人数也创新纪录，疫情严重，产业欠人，也和商品的供应出问题。有一个店卖的生活必需品就要限量购买，这未到是无够卖。公司新闻自反零编辑。咱个来看叙利亚，因为内战的关系，欠水、欠电、欠能源哦，想要伫处理洗身躯浸烧水是真困难，所以民众会小少去公共一池哦，一池嘛算是一个小高场所咯。这阵汤北体查甫人伫咧一间古早味的公共浴景内面唱歌跳舞，
对当地的叙利亚北部大城阿勒颇的民众来讲，洗烧水是人生正快乐的代志，因为正常常停电，厝内若有烧水通洗时阵，拢爱留父母甲囡仔，查甫人拢走去公共浴巾洗身躯。 عبارة هي عن تسلية وهي لنتغسل أنا والشباب وأنا أكبرهم سنا وجايين ننبسط باعتبار شوي الوضع عنا مظبوط وغاز ما متوفر والوضع شوي بالنسبة للتدفئة سيء. هلا حمام البيت يعني بتخلص ب5 دقائق بس حمام السوق بدك 4-5 ساعات يعني بتاكل وبتشرب وبترقص وبتتسلى يعني من كله يعني. 阿勒颇老城原本有50间传统的公共浴巾，不过经过战争了，即马只敢剩10间，还阁伫咧营业。像这间是14世纪起的，有沿厝顶加拱形的通道，照伊斯兰的风情。内遮除了会当浸烧水，还阁当用桑拿式加按摩式，有服务人员替你抓铃，甲你皮肤的死皮烤掉。身躯洗好了，正舒适，就大家就来食饭。 بحلحل التعب كله بقلب غرفة الساونا وعندنا جوا مكيس بتكيس بعمل مساج وبطلع لبرا بشرب نفس أرجيلة وفي عندنا مطرب كمان بتسمع بنبسط أجواء طربية يعني. 阿勒颇传统的公共浴巾，即马成做当地民众生活的必需品，真侪人逐个月拢一定会来1-2遍，和公共浴巾的业者生意加正好。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辑。 今仔明仔2天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北部跟东北部天气会较凉冷哦，其他的所在早暗嘛是较凉。今仔日是台湾东北部地区会落雨，北部地区跟中南部山区哦嘛拢会落淡薄仔雨。暗时开始，中部以北、东半部地区，有恒春半岛、澎湖、金门嘛拢会落淡薄仔雨。南部跟有马祖嘛是有一寡所在会落雨。下半部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的资料。 北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0度；中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4度；南部地区上低20度，上悬27度；东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4度。 华岛地区上低11度，上悬20度。再来看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